電腦軟件維修、電腦軟件更新全攻略、專業電腦系統修復與電腦重裝系統教學，包括 Windows 系統。在現代生活中，電腦已經成為我們無法或缺的重要工具之一，而電腦的順暢運行與穩定性，則極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電腦軟件及電腦系統的日常管理及維護，尤其是使用 Windows 系統的用戶，經常面對系統緩慢、軟件故障、系統崩潰等問題。因此，學習如何進行電腦軟件維修及電腦軟件更新，甚至了解如何自行電腦重裝系統，便成為每位使用者必備的技能之一。本文章由維修達人專業團隊帶你深入了解電腦軟件維修更新的重要性與操作方法，助你快速解決各類電腦軟件及系統問題。一、電腦軟件維修的必要性。當電腦出現軟件故障時，表現出來的問題多種多樣。最常見的包括系統運行緩慢、軟件無法打開、經常出現藍屏或錯誤信息，甚至導致資料遺失等情況。這些問題可能與電腦系統、電腦軟件本身或是其他系統設置相關，因此及時進行電腦軟件維修，不僅能讓電腦重新回到最佳狀態，更能預防更嚴重問題的發生。常見電腦軟件問題包括軟件啟動困難，經常卡頓；軟件意外關閉或閃退，無法正常更新軟件；軟件衝突導致系統異常、病毒或惡意軟件感染。二、電腦軟件更新的重要性。許多用戶忽略了定期電腦軟件更新的重要性，導致系統漏洞無法修復，進而使電腦容易被病毒或惡意軟件入侵。此外，長期不更新的軟件也會導致軟件功能受限、性能下降，甚至影響電腦整體效能。因此，定期進行電腦軟件更新是維持電腦系統安全性及穩定性的關鍵步驟。大多數軟件都提供自動更新功能，使用者也可以透過官方網站進行電腦軟件下載並手動更新，確保軟件版本始終保持最新。三、電腦重裝系統 Windows 系統的步驟與注意事項。若問題嚴重，單靠軟件維修或更新無法解決問題，此時就可能需要考慮電腦重裝系統。以下是重新安裝 Windows 系統的基本流程。步驟一：備份重要數據。在電腦重裝系統前，必須將所有重要的文件、照片或其他資料備份到外接硬盤或雲端。步驟二：準備系統安裝媒體。透過微軟官方網站或其他可靠途徑，進行 Windows 電腦軟件下載，並製作安裝媒體，如 USB 隨身碟或 DVD 光碟。步驟三：開始重裝 Windows 系統。使用製作好的安裝媒體。開機時進入 BIOS 並選擇以 USB 或 DVD 開機，隨後依照提示完成安裝。步驟四：安裝驅動程式及必要軟件。完成系統安裝後，需下載安裝電腦驅動程式及常用電腦軟件，確保系統運行正常且高效。四、電腦軟件下載的安全原則。進行電腦軟件下載時，一定要注意來源是否安全，避免下載到含有病毒或惡意軟件的程式。建議從軟件官方網站下載最新版本，避免使用來源不明或破解版本的軟件。使用正規的防毒軟件進行掃描。五、維修達人專業電腦軟件維修與系統安裝服務。雖然使用者可自行進行電腦軟件更新或重裝系統，但若不具備足夠的電腦知識或經驗，可能反而使問題惡化。因此，尋求專業維修團隊如維修達人的協助，能大幅降低風險，確保問題快速解決。維修達人提供的服務包括專業電腦軟件維修與診斷、電腦軟件更新與優化、各版本 Windows 系統安裝與升級、電腦重裝系統服務、
保障資料安全，提供正版軟件下載與安裝指導。6. 結語，定期維護系統，提升使用效率。無論你是日常辦公還是專業使用者，定期進行電腦軟件更新，學習基礎的電腦系統維護知識，並尋求專業人士協助進行電腦軟件維修，都是讓電腦長期保持高效運作的關鍵。維修達人專業提供電腦重裝系統、電腦軟件下載、軟件升級及系統修復服務，服務範圍遍全港9新界，快速可靠，值得你的信賴。如你需要電腦軟件及系統維修服務，歡迎隨時聯絡維修達人，熱線電話37428790 ，WhatsApp 59328799。電腦軟件維修、更新及系統安裝服務，維修達人助你輕鬆解決各種電腦問題。